了这个消息，美丽馆有一个驾驶，伊赛车经过头份的尖山大桥，看到一台轿车违规停入慢车道，过去副驾驶座这边等这个粪扫出来，等伫桥骹落去，因为呢。真侪人安尼乌白等粪扫，这个驾驶真生气，甲这个苗栗县的环保局检举，想不到环保局人员甲讲，依照行车记录器为面，无就确认讲为副驾驶座这边弹出来粪扫，敢是车主的行为，嘛无就确认讲这个乘客身份，所以讲无就甲罚钱，或者是检举人讲安尼是来有够无合理。苗栗头份的尖山大桥，一台白色的修理车拍闪黄灯，停伫路肩，不是车辆歹去，是副驾驶座熊等一包粪扫。白点就是他丢的垃圾。白色修理车伫桥尾停，甲粪扫对副驾驶座弹落桥骹，后壁行车记录器甲过程拢翕落来。车主向苗栗县环保局检举，环保局讲无法度罚钱。我向环保局检举啊，太没公德心啊！结果环保局今天回复我说他们不开罚，很不合理啊，这非常不合理嘛，没办法断定丢的人是不是该车车主。那所有人只要躲在车子里面，不管是骑摩托车，不管是开车，我都可以随便乱丢。违规等粪扫是事实，无法度开单告发。毋若检举人认为无合理，民众嘛感觉乌白等粪扫都爱罚。乱丢垃圾的行为本来就是不对的啊，其实是该罚啦。苗栗县环保局解说，即卖法律敢若使针对车主的行为罚钱，因为影片的内容无法度确定等粪扫的是乘客还是驾驶，驾驶是坐副驾驶座的乘客等的粪扫，嘛无法度确定乘客身份是车主，所以无法度处罚。因为没办法直接推定，车辆车主就是行为人，所以目前是没办法直接进行开罚。来到尖山大桥的桥骹，规个拢是粪扫，无人拼，变作当地的环境乱象。乌白等粪扫煞无法度处罚，看起来已经变作法律的空棚。生生不息，宏观视野，我是申宏。想要看体育新闻，就要赶快看华视新闻，赶快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